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民运人士王丹和一个查甫的政治工作者指控捌甲性骚扰，那王丹是呛声回应讲，欢迎去提告，透过法律来找真相。另外，同款逼出甲人性骚扰的国民党立委布坤奇，是强调伊从来都毋捌甲人性骚扰过。国民党内嘛已经启动性平调查。 提出甲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的面册对话，也有求助王丹作孽记录。这男性经政治工作者指控2014年6月7日，甲王丹斗阵去美国纽约，伫饭店互王丹性骚扰，佮提出伫王丹住的所在翕的相片，证明家己绝对无做假。我现在面对王丹妮，我就像是那个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我很害怕，因为。 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不小心，我有可能就会被你这台坦克打死。可能会涉及到的不只是所谓的性骚扰，而是有机会落入强制性交的范围。那如果这样的话，追诉期是20年，所以其实是还没有过的。 这10人表示，若王丹无伫台湾时间6月7日半暝进行提供正面回应，对查证据去提告。王丹是透过面册回应，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找代志真相。性骚扰案件连环逼空，国民党立委也是前法院院长的布坤奇，和女性资深媒体人指控2014年伫食饭期间有对性骚扰。布坤奇声明回应，行政治路20多年来，从来无利用权力关系骚扰女性或者是下属，坦然接受司法。 甲国民党性平机制上严格检验。国民党坚决捍卫性别平等及女性权益，没有模糊的空间，即刻启动党内性平调查机制，秉持无往无踪的精神，深入了解调查其情况。 另外，车厂也逼出小型自由会也传出性骚扰案件，有媒体指出，涉嫌的重要人士是现任的总统府主席。总统府回应已经请小型自由会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做基础启动调查。我清楚代志了后，会照规定议处。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的赖清德表示，若是接受中国的9二共识甲一中原则，咱就会互人消灭，一定爱守护民主。那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嘛强调，会用性命来顾台湾的安全，无想要看到台湾发生战争。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初次透早甲南投德山参加地图节活动，未招打欢民众抢入界翕相签名，随即伊个赶去草屯参加南投县信赖自由会成立大会，为149个分会长受证。2024赖清德表示，民进党伫9合1选举大败了后，南投乡亲愿意伫了后立委补选，互民进党机会，伊诚感激。礼拜日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伊认为保护中华民国方法爱正确。咱一定爱坚持民主自由的制度，上关键的方式，就是爱确保咱本身的主权。 维护中华民国的存在，但是方法爱对。赖清德强调，若接受9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侯友宜动算，侯友宜动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礼拜日下晡参加嘉义同乡会总会，嘉义人支持家己人，团结挺侯友宜大会。伊强调爱用性命顾中华民国，顾台湾的安全，无想要看到台湾发生战争。咱无爱看到咱后一收，因为两岸的问题、国际问题，互咱台湾搁行入战争的时代。咱这代拍拼的拢无，后一代一定倒退路。侯友宜表示，即马台湾是需要安全，毋是需要战争的时阵。啊，毋过看到执政党兵凶战危，互台海出现正大危机，对赖清德要发出伫家己要赢侯友宜10万票，身为家己人的侯友宜讲，赖清德是分家规，一定会顺利当选总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总统的选战，民众党的柯文哲今仔日去访问日本，头一站就去东京的妈祖庙。重点是，这间妈祖庙的董事长詹德芬，也就是伫咧关东的赖清德后援会顾问，伊算是全程亲身来接待柯文哲，甚至阁画出柯文哲当选。
牛埔条化加油，邀民众大花总统府来支持。这是早起，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启程出访日本，要展开5天的拜会行程。这也是头一摆甲夫人陈佩琪到店来出访。郭文铁强调，此行比较访问美国行程，会拜会国会、行政部门，也有地考这部门。这招到日本听比讲更加重要。听比说重要了，你怎么知道说他们在想什么？像去美国，大部分的时间是很认真在听他们的谈话。出门多听嘛，少说。郭文铁表示，见什么人无重要，实际执行部门有联络关系较重要。另外，外团7摆会见到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郭文铁无正面来回应。到日本了后，随即直接到东京妈祖庙。大花当选妈祖庙董事长，正是关党新来台湾基友会顾问郭文铁，我该热情的意味真高。尤其是我们妈祖庙，每一位来的人，我们都非常的支持。所以要问我是哪一位的话，那就我投票那一天我才知道。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仔中昼有3个人去南市溪告白啊，煞有1个人跌落去水里，警消出动来搜救，不过因为山区咧落大雨，天色搁暗，所以暗头啊5点半就先暂停搜救。警消表示，这个跌落去水里的查甫人有穿救生衫，不过因伫咧溪边走找，嘛出动空翕机，所拢无找到这个人。而且山区搁咧落大雨，溪流是真危险，明仔早起因会继续来搜救。过来看，有真侪民车社团拢会播一寡甲人偷翕的私密影像，即马就有网友发起检举甲抵制。卫福部嘛鼓励受害者伫爱主动来申诉，因才会当赶紧来要求摕掉这寡影像。啊，若民团是呼吁爱守法，只要有人摕到私密影像，就爱判刑事责任。涉嫌经常游戏点数诱骗儿童少男少女翕本案相片，生偌18人一审红判10年的刑期。台办暗号榜事件震惊社会，其实伫网络早就充满各类社团专门散布性私密的影像。关键哩拍落去，社团拢是偷翕或流出影像。成员较袂着拢上万人，即要照指示梳理密码，随缘去看。有网友号召检举来抵制，要人看到朋友伫内底，主动解除好朋友关系。那种外流社团不外乎就是看那些东西嘛，然后很多基本上男生都会想看嘛。这样子解除朋友关系的话，蛮奇怪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因为加朋友应该都是真的是朋友关系，不会到取消朋友关系嘛。但是可能就会有对他有个印象，就是说哦，所以他会去看这些东西哦。为少私密的影像无经过同意，互人翕落来，甚至被散布，经由社团连接到第三方平台。卫福部讲，之前的被动来要求影像该摕落来移除，因为这类的网站提供的内容真多元复杂，唔是全部拢违法。若要盗撮影像，搁在外流出来，就要启动属人主动申诉来报案。民众检举，他顶多就是做移除，可是还有 B 啊，还有 C 啊，一直反复有很多要被查，一定是有一个这个犯罪的事证。那犯罪怎么认定？一定是要有被害人。网友们他们好奇，想要窥探意淫的一些心态，然后进去这个社团里面卡载点、卡位。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争取这样子一个条文的立法，无正当理由持有，那就有刑事处罚的规范。对外流出私密的影像是抓袂完，所谓努力联名认为爱对社团的成员落手，即要涉嫌客位持有影像将做加害者，就应该负刑事责任。卫福部也成立性影像集中处理中心，用伫线顶提出申诉了后，将会通知平台来解移除加检警联手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性骚扰的事件受到各界关注。根据劳动部统计，最近一档大约有20万个劳工受到性骚扰，其中查某的就14万人，查甫的有6万人。不过因为惊会无透露，也是互人讲闲话，所以分别提出申诉的干那3万人，也阁有9000多人。最近性骚扰见效台连环曝光，也引起各界关心国内这场性骚扰的代志。根据劳动部2022年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差不多20万名互人请劳工最近一年伫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其中差不多14万名是女性，6万名是男性，所分别只有3万甲9500人提出申诉。公司也有这种性骚扰的那种惩罚的办法，所以我们还 OK。
或是跟人事单位讲。当然要说出来，因为你如果不说出来，等于是助长这样子的情况一直发生。调查显示，有四成9无提出申诉原因是将安尼行为当作公正就无要插伊，还有人烦恼会互人讲婴仔会，烦恼失去头路，二度伤害，有人唔知申诉管道，烦恼吊伫悬空桌顶，甚至有申诉的男性，拢表示申诉了后无得到改善。律师就表示，过去性质案件经验，发现当事人共同点拢是自责。面临性侵性骚扰时阵，虽然较无简单保存证据，毋过事发了后向亲友陈述，无论是电话录音、信息保存截图，法庭上拢用做证据。若身心受影响，有就诊记录用做证据。若伫公共场所发生，应包含要求调监视器的画面。可能都是信任的人，又或者是信任的，不管是长官或者是甚至是长辈，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譬如说不管是交情，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所以一般当事人都是非常的震惊，然后也甚至是怀疑说是不是自己搞错的，这个反应是很多的。杨转大有北京由卫福部补助成立的性创伤复原中心，针对早年受性创伤而且无司法协助需求的个案，提供咨询辅导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伫初二发生3台火车烧弄的事故，已经有288个人死亡，超过1000个人受伤，是印度这20多年来上严重的火车事故。那像就是铁路的灯号故障所引起的。印度的总理莫迪嘛赶去现场，甲病院来探访，强调会对救责任严厉来听罚。列车烧弄的现场，车厢当作几60节，看起来真惊人。印度奥里萨邦初二暗时发生3台火车烧弄的事故，经过1天2暝的透明搜索救援，已经累计超过280人死亡，伤患超过1000人。罹难者的遗体，互暂时送去附近的学校坑，互赶去现场的家属烧尽了后，才送去殡仪馆。यहाँ से तो अभी फिलहाल सुबह से कल रात बजे से लेके आज सुबह तक पकड़ लीजिए 100-150 के ऊपर से गई है बॉडी, अभी भी चल रहा है काउंटिंग。这个事故是过去20多年来印度上严重的火车事故。初步调查显示，疑似是后期故障，也是发送错误的信息造成的。印度总理嘛，伫初3暗时，坐直升机去事故现场视察了后，才赶去病院看病人，嘛承诺会对救责任听罚起诉的人。हर प्रकार की जांच के निर्देश दिए गए हैं और जो भी दोषी पाया जाएगा उसको सख्त से सख्त सजा हो, उसे बख्शा नहीं जाएगा। 因为事发现场暂时搁咧搜救，估估死亡的人数会继续增加。当局嘛替死伤的乘客提出赔赔，估估会赔偿罹难者100万的印度卢比，差不多是台票372000块。伫重伤甲轻伤的人分别会得到20万的卢比甲5万卢比的赔偿。印度铁路公司表示，每一天有超过1300万人次利用铁轨路运输通勤，严格基础设施老化，互铁轨路的安全受到渐大的考验。伫2001年，就有超过16000人因为铁轨路事故死亡。虽然当局打电话铁轨路，不过铁轨路的公安问题有关真歹，马上解决。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过来看乌克兰伫这2天直直受到罗西亚的攻击。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搁在批评罗西亚是恐怖主义的国家。那罗西亚请来作战的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表示，罗西亚国内各大派系根本拢咧乌白武，是要毁掉因规个国家。救援人员伫火线的徛在头前，找找所有人。乌克兰城市第聂波罗，车上受到俄军飞弹攻击，至少造成22个人受伤，其中5名是儿童。外国媒体报道，第聂波罗州的州长赖萨克伫社群媒体 Telegram 表示，空袭发生了后，救援人员伫突击队下面发现1名2岁女童的遗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Telegram 证实，不则发生伫2栋2层楼的徛家中。不幸的是，突击队下面还有人。俄罗斯搁一摆证明，家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受到攻击的毋但第聂波罗，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初4饭店嘛雄雄放送空袭警报。有看到人表示，听到远的所在有爆炸声音，其实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拍到俄军攻击的飞弹。俄乌战争超过15个月，最近反普廷的民兵组织一直攻击俄国的边境城市比尔格罗德。最后伫乌克兰出战的俄国瓦格纳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真不满，批评国家无保护国民，颠倒互国内的各种派系伫生危险游戏。
是咧摧毁国家。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о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е. Там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пытаются меня задеть и вывести на риторику 90-х,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 стрелки, которыми они уже давно занимаются, не понимая, что они вообще творят. Они сегодня просто разрушают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另外，嘛，搁一摆对国内派系想要使人伊甲车臣佣兵团之间的关系表示不满。伊讲暂时已经解决甲车臣部队的争端，强调若是国内派系搁继续使人，就要付出正当的代价。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满34周年。过去逐年伫咧香港拢会举办大型的纪念暗会，即马香港的警察甚至搁用煽动等等的理由掠走几来民众。虽然六四事件伫咧香港已经变作是禁忌，毋过伫咧台湾、荷兰、甲法国、德国一寡所在，拢有发起相关的活动。6月初3暗时，香港铜锣湾街路上有艺术家互警方抓起来，真侪民众拢围过看。大声喊讲爱民众莫袂记六四，敢若看共一天，香港就几来人因为进行具有煽动意图这行为被抓起来，其中也包含台大研究生刘嘉怡。前是台大研究生协会是伫台湾发起声援，谴责香港警察的做法。和平哀悼无罪，和平哀悼无罪。过去香港每年拢会举行六四相关的活动，不过伫2020年，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了后，伫香港悼念六四真侪禁忌。而台湾的人权团体依然是依照往例伫中正纪念堂举行特典加悼念暗会。所以现在台湾是谨慎唯一华人社会，那仍然持续30几年不断的举办今年六四活动的地方如果我们相信这套中共这套人权的论述，我们连谈论六四或者是思考的这种权利都会被剥夺掉。看到顶面展示3公尺悬的 T6条复制品，甲其他国家的作品无同。台湾版的在地连结代表是保留去年互破拆破坏乌色分裂，被台湾的中共同路人泼漆，所以它在台湾又有了在地的意义。我觉得至少台湾的现在目前政治制度来说是比对岸好很多的。我希望的是中国有一天可以民主化，使两岸可以和平的沟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还要来这里纪念六四的原因。总统蔡英文早起里面册也写文章，以中国进前发生的贵州地铁大合唱事件为例，希望中国少年世代也使自由来唱出心声。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强调受害者应用袂必袂记的，包含伫荷兰、法国甲德国这所在，也为少愈具海外中国人举行归来活动，为互悼念六四声音被消失。记者综合报道。逐年的5月到10月是海龟上花生卵的时期，不过伫咧小琉球，所有业者准备要伫咧沙埔办音乐节，恐惊会去影响到海龟的生态。那同款引起争议的海边啊活动，是伫咧宜兰南澳，互人列做危险海域的神秘沙滩。这几日啊，煞阁有游客违规伫遐出影骑沙埔仔车。宣传海报有个车站活动开始，业者准备探晓在伫屏东小琉球、威尼斯沙埔附近办音乐节，是毋到引起居民强烈反弹。第一太嘈杂，第二灯光效果会干扰到生态。办在海滩，网会这几年都一直在做海龟的保育啊。民众认为应该另外找所在办，因为每年5到10月是海龟暗时上花生的季节，高峰是伫7月到8月，威尼斯沙埔都是海龟生卵的地点之一。暗过音乐节7、8月每礼拜5日办活动，恐惊惊到海龟。的旁边，我们都是有表明了，下午5点之后，我们将有相关人员站在入下去沙滩的地方，做一个劝导的动作，不得进入沙滩。业者发完拢活动地点毋是伫沙埔，是2年前就做，因为疫情无用的沙埔边啊公有暗土地，文件已经送公所，乡长表示未核准办理。伊要经过湾公所的同意啊，医保啊，我们讨论过后，我们也是确定说不予同意啊。
另外，被列为危险海域的宜兰南澳新北山坡，这次有民众看到游客趁风台过后，风景还未登势去冲影，这时也有沙坡车进入山坡探路。宜兰县府提醒，行政进前已经禁止沙坡车再去进入，这海域更是全年禁止游水冲影，违规会照发电观光条例罚1万到5万。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东石甲布袋之间的五龙桥中建，原在去年底就要完工，线头壳整拢也未通车，甚至阁互人发现边仔引道有壁船。相关的单位就表示，这条引道伫施工进前就壁船啊，毋过暂时未阁开放。那这条桥会伫咧6月12日开放通车。桥梁整修的工程人员无用做最后修补的工课，嘉义县东石乡的五龙桥原本去年年底就要完成，但是因为一寡问题，工程按算6月12日才要来完工。相关单位嘛专工出面来说明。在施工桥墩的时候，它有那水下障碍物，包括就是混凝土块、那个钢筋，连那个钢板都有，那造成这个工期那工法要重新再拟定，所以这方面就是延宕了7、8个月了。这条五龙桥是东石布袋交通重要的设施，当初因为桥上架影响排水才来施工。实在是嘉义县政府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做伙来到五龙桥来会勘，除了要来了解工程的进度，民众嘛针对边仔引道的壁船提出质疑。东石这边的乡亲时代，若要出外要往北的，拢是为遮咧出入吼，所以民众对这条桥是非常的期待吼。但是因为1、2在13的沿路通车，嘛真正足惊受到伤害。我们大部分先暂时停工，那水利处也在做一个加强。那整个加强以后，我们会请专家学者来评估看看，那是不是能够承受这种重量。县政府建设处表示，引道的壁船伫施工进前都已经存在，烦恼海水过来影响到安全，所以五龙桥6月12日通车的时阵，引道暂时未开放，会等到相关单位评估了后，才可做拍摄。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也阁有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